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我嘅頻道，玄學看世界，我係 ST。承接上次講過坊間嗰兩位師傅，今次我會再評論下最近是非多多嘅七師傅。講真，七師傅喺投資市場方面嘅預測，其實係比坊間其他師傅優勝，而且佢對美股升跌嘅時間點把握得幾準。好似農曆年前1月份左右咁，佢預測話立春之後一段時間，美股會有大幅調整。公布啊！而家好啊！立春2月3號、2月4號、2月5號嗰3-2日，你就開始留意啦，一定出現變化啦。嗰陣時如果股票升得好高嗰陣時咧，佢嗰幾日一定砰狂冧好多噶啦。你到時睇啦。仲有一個日子，3月7號、8號、9號、10號呢個期間都要留意啦，都會出事噶啦。另外，佢又喺同一個訪問入面推介咗小米嗰隻股票，理由係雷軍行緊好運。車可以留意下，係而家留意啦，有一個咧都幾平噶，小米嗰個集團咧搞咗一個車出嚟啊，好受歡迎噶，因為佢呢啲汽車都係屬火噶。Tesla 咧升得太多啦，真係升得太多啦。啱啱同佢未，同埋小米咧之前升得唔係好多，你要趁在低咧撈少少，即係唔係話哎呀即刻衝入去啊。其實我又冇炒股票。點解我睇中個小米啦？因為個小米啦，我睇一個股票咧，唔係淨係睇佢個公司，唔係睇個業績，我都要睇翻個老闆嗰個命格，我都要計算翻個老闆嘅命格。因為個小米嗰個老闆咧，佢嘅命格命運都係行緊運嘅。其實打開雷軍嘅八字就一目了然，雷軍係身弱並喜金水，今年乙巳年月庚合化金，自身合水，一睇就知行緊好運。就算上個月發生咗小米汽車自駕失控撞牆，導致電池起火，3人被反鎖被活係車內燒死嘅事件，小米嘅股價都係急回調完之後，好快又反彈翻上去，可見宏觀政策同埋個人運勢嘅重要性。不過有玩港股嘅朋友要留意，踏入下年丙午，雷軍個運程會轉差，大家要小心點樣處理小米呢隻股票。但七師傅呢，佢有時準，有時又唔準。睇下啱啱4月7號，佢對港股嘅預測，到位啊，或者甚至乎即係有得再跌咁咧。19,000幾點都未喘定，都要再跌到1萬。我預測我占卜，我預測過跌到18,800嗰陣時咧會喘定唞一唞。跟住如果再有啲風吹草動，就去到17,000幾。咁啊，呢個嘅4月7號。4月7號，今個星期尾係幾多號啊？今11號，4月11號。OK，about 11、12號前嗰個香港嘅股票就會跌到18,000幾點噶啦。即係而家係1萬，即係而家係挨住2萬點，但係咧呢個週末就會去到18,000幾啦。即係呢個禮拜啦。係。好明顯係錯得離譜。其實講句中肯說話，港股其實係政策主導。真係幾難估。不過如果你有留意大領導呢2個月庚辰、辛巳月良好嘅運勢，你就會發現港股好似我喺3月31號條影片講過咁，係相對平穩。就算中美雙方互相加關稅，加到100%以上，恒生指數都真係企得好穩。大領導一定要穩住股市，穩住經濟，喺呢2個月逼特朗普喺關稅戰上讓步。可見七師傅經常都係用股評、經濟評論人嗰個身份去講嘢，多過真係用玄學角度去分析。另外，佢分析風水嘅能力就比較弱。年頭嗰陣，佢同坊間其他師傅一樣話日本會有地震，叫大家唔好去旅行，話去旅行最好揀東南、南方或者西南，理由就係根據九宮飛星2025年嘅年星盤。五黃星今年飛去東北，財星及桃花星飛到南方、東南、西南。如果去旅行咧，就去南面，乜嘢東面，乜嘢東南。東南咧就係代表咧桃花人緣，咁咧南面咧就係代表偏財，西南咧就係代表正財。去一啲好嘅方位去旅行啦，咁自己個運氣會好啲噶。旺嗰啲就係最旺嗰啲就係南，同埋咧乜嘢你上飛機之前咧。結果到3月底，係緬甸發生咗大地震，咁照坊間師傅嗰套理論，緬甸應該算係邊個方位呢？中國嘅南方、西南方？其實講真，
淨係講句五黃星今年飛到東北，就話東北有災難，叫人唔好去日本韓國，聽落都幾兒戲喎。咁東北係邊度嘅東北？中國、美國定係日本本土嘅？我自己覺得，除咗睇九宮飛星年盤之外，分析仲要睇埋九運盤同埋地盤，仲有就係要避免用啲世界中心係中國呢啲亂噏嘅講法。最後，最近有傳聞話七師傅無底線呃錢，我都有睇過佢之前推測美國2024總統選舉嗰條影片，佢估中咗特朗普會贏，但大家睇下佢點樣做預測啦。我知道第一個答案特朗普今年2024年11月5號競選會唔會成為美國嘅總統？如果會嘅話，就請你順時針轉。多謝。而家係順時針轉，為咗更加 confirm， 轉大圈啲，再大圈啲。多謝，停。其實打開特朗普同埋賀錦麗嘅八字，有實力嘅師傅一睇就知道邊個贏邊個輸。佢啲行為古古怪怪，成日用啲神神怪怪嘅嘢，好似想表現到佢可以控制啲神奇力量咁，刻意降低透明度，將玄學神化。咁樣佢咪可以開天殺價，亂收費咯。再用 Google 搜索下佢件法器，可以揾到一模一樣嘅飾物，淘寶賣緊29.9蚊人民幣咋。所以我自己偏向相信佢亂收錢嗰啲傳聞。總結一下，七師傅用玄學去預測投資市場係有佢自己一套方法嘅，但佢有時又好似扮演股評人多過玄學家。另外，佢又成日用啲神神怪怪嘅嘢，將玄學神化，心術不正，某程度上都係玄學界嘅害群之馬。所以我覺得，若果睇下佢啲影片做投資參考就可以，但如果真係諗住揾佢幫你睇運程趨吉避凶嘅話，我就勸大家要小心啲啦。今次講到地震，其實玄學同地震係咪真係有關係呢？我最近研究咗過去25年全球比較大規模嘅地震，睇下佢哋同九宮飛星之間有冇關聯性。下次有機會再同大家分享啦。希望大家繼續支持，陪我一齊用玄學看世界。